塔拉乌马拉山绵延超过65000平方公里。墨西哥青海嘅州係奇亚亚州，全境纬度海拔3000公尺嘅山，看起來當荒涼。奧布圖利亞同家隻愛，還有家兄弟姊妹，帶到呢當偏僻嘅地區，佢哋係塔拉烏馬拉人，屬於北美清太清嘅原住民之一。幾世紀以來，佢哋堅持保留自家嘅文化、傳統服裝，還有語言，保留一種生活方式。呢種生活方式，本佢哋自然隔離，就受到保護。佢哋傳統嘅服裝華麗別薄，同當地嘅花靚顯現當鮮明嘅對比。嗰位嘅溫度一般係比-10度還較低。你不卡人頭造嘅土地上種包粟，還有豆類、肉山羊、豬來維持生計。奧布圖利亞嘅爸莫雷諾透過文化教導，本世人是嚟尊重哲學。塔拉烏馬拉人相信靈魂，還有同世界上所有嘅動物和野生動物係當有關係嘅。就算人之危險，其實動物未會帶來厄運。聽講喺學校嘅路上，奧布圖利亞冇見會遇到向危險嘅危險，唔過佢會記緊呢一切。塔拉烏馬拉人嘅特色係會走當久，佢哋用耐力會面對佢哋嘅語言度。佢哋講自己係維拉拉姆里，係代表走到出背嘅人。地理考係奧布圖利亞，那我就將學習佢自家過去嘅文化，那我就將嘅機會。考工中無法度落實，為咗不足，莫雷諾接咗一做臨時性嘅工作。當然有幾個禮拜，佢同幾百個臨時嘅工人搶款，搶下來摘領告。佢嗰一擺愛離開，佢哋喺西土地上受到一種威脅，係搶海同包粟失敗咧，又會造成當大嘅損失。奧布圖利亞學校楊順歡本從失敗嘅農作物。
Cả đây. Mana? Belum kuper. Cái này. Mà sao càng Ừ. 奧布圖利亞同家爸當親，家爸當關心家嘅教育。 khi gần như là nhìn hết thì ra các bạn 家人生活嘅點點滴滴，總係係傳遞社區價值觀嘅寶貴時間。 năm á Kuda lah, isong kepe. Nek bener. 家爸同家人分享對世界嘅看法，深深影響到大家嘅心靈深處。也包括做工嘅知識，還有熱愛所有嘅萬物。 Mau sih saya kayak nih bu. càng vào trên khi ta kiếm Một sai là isong kum kinang di gas kum. cũng là Kum. 是像奧布圖利亞家大，討其細漢嘅時節照顧其窮困，顧好屋下嘅媽咪當寵兒。一隻媽嘅名我攞也隻媽。 Một sai là kum. Tapi các cú chân đài có lộ mắc cú. Này chỉ các kamu ini. Tamu apa? 同大自然生活共下當和諧，就算奧布圖利亞嘅社區，當重視地球個還有自然環境，佢咪當在意公平、勞實，還有人類嘅價值觀。透過當日去學校讀書，奧布圖利亞將會得到完全無窮困嘅知識經驗。 大自然嘅興趣比人類較早。莫雷諾仲係頭一屆行場。 Kỹ sao đó này được đấy. Ủa sao? Masih. Kamu cek sih juga. Kamu cek. Kamu. Thó tham la vụ mà la社區有強烈個團結嘅認同感。既然傳統服裝有濃濃嘅傳統文化，社會族群個帶進車化嘅色彩，設置有秀化，歡迎家着亮起。 Hindi ko na siyang kita kita kahit saan.奧布圖利亞準備好加49公斤嘅行李，開始加嘅里程。佢天初當執政，咪天咗愛儲備糧草。今日嘅土地大先係本18萬人出面，過來嗰部將愛拖抗爭度勞動工作。奧布圖利亞加大去西馬地雷山鄉避難。因為兩萬本人按照塔拉烏馬拉人嘅土地。 佢同瑞士平台係由高海拔嘅高原，個係要當潛嘅峽谷組成嘅。奧布圖利亞生活到2260公尺嘅山頂，佢奧起嘅地鐵站係山腳下嘅世界高企。塔拉烏馬拉人同墨西哥人嘅其他印第安人無相關，只只嘅呢係自然同世界隔離，要同動物共下。
你quên con nào đó. Đây.这家行40分钟了后，奥布图利亚渡到夜马尔。你係其中一個帶頭吉沃卡夫群嘅好朋友，佢哋長期鄉下去學校讀書。塔拉烏馬拉人分布到49位個人嘅支持社區，還有家庭社群度。佢哋同各位講緊這個種這個是血統物種植物概念。唔管佢哋嘅學校同內位。佢哋嘅地理位所同世界隔開呢種特質，讓佢哋愛回當前嘅路程。為咗讓佢哋落山來到世界高期，塔拉烏馬拉人嘅沃卡49位，仲係要當多條為本人創造嘅細路。呢條細路大部分係走嘅。sana. 頭一季做太水，學把淹過來嘅時節，細路是無法度行，還會造成危險嘅土石流。塔拉烏馬拉係一個太迷宮，單槍帶頭兩位嘅人，將是在修落兩彎彎彎彎嘅地形。所以經濟有了雄偉嘅地理環境保護嘅人，又有當地嘅石壁山綿延到1公里半。儘管係峽谷主城界，奧布圖利亞還有野馬人完全適應了後，為回過當地嘅家，是從白樓台窮款輕鬆。
就像是今日凊好爱较倦心头。通常安尼个情况，落架比上架更较危险，所以每行路个速度咪会变慢。今日个路程主要是飞过山路，对山坑开始，奥布图利亚还有野马尔穿过泰路，在今日路程开始个头一段路。奥布图利亚还有野马尔，去见他俩危险嘅所在行差唔多3點鐘，今日你相思見來見群。他俩沿途嘅小企業，按照德芙拉奇，有一台對新心肺嘅小麵包車等見嘅人，這係社區父母嘅項目之一。這台麵包車會同家人再到四十古期嘅繼續學教。列行外國3點鐘嘅路程，列埋係當早個含有用心打開嘅土地項。將菜會本奧布圖利亞投回路邊，上一盤。
唱歌係親好嘅方式，使得本期轉移注意力，要本路程更加快樂。奧布圖利亞還有熱馬爾，總算結束路程咧，總共要6點鐘嘅時間。三項嘅小阿妹為咗有共同嘅目標，就是向下去學校。兩個小阿妹到40古期嘅一個宗教機構讀書。呢間寄宿學校係養育受誤嘅教育，60幾個印度小阿妹是從技能窮困，其他嘅學生就要帶到40古期。Nombres propios. 主要上課嘅時間對早晨9點到下晝2點，其他嘅時間雖然是在自由做技能中意嘅事情，比如講像戲劇、舞蹈、音樂，或是運動嘅課。將支付升旗係學校嘅規定，咪係一種習慣。對佢來講，是得參加升旗係一件當傻屁嘅事情。當日早晨到世界各地，佢係萬計嘅少年踏上去學校嘅路，佢哋嘅夢想將會設計出世界嘅未來。我當歡喜是得去學校，我希望我是得去紐約，還有意大利，個墨西哥。我想做先生，萬你去教世人，除非人佢不愛是得實現我夢想。